經書講，在呢個希伯來書13第8節咁樣講到，耶穌基督本一樣，望擺見下到永遠本一樣，咁乜嘅一樣呢？叫個大能，叫個權柄本一樣，叫個愛本一樣，叫個聖者本一樣嘅能做，到根本一樣能做本設家，佢個通才佢實設家，叫個愛。本一樣，望擺到見下，叫個愛本一樣，所以是間讓人要謙卑嘅心，相信上帝在耶穌基督，是個撒回嚟喺度，是個得到叫個保佑，得到叫個通才，得到叫個恩典，因為呢個希伯來書13第6節咁樣講到，因為我要一信心嘅能講一講，係講上帝救我，係講上帝幫我。我唔係驚，而是上帝嘅愛，上帝要把這個撇難受，上帝要照顧自家唔是驚，接下去係乜嘅人類能夠對付我呢？一個意思係講，攏總危險嘅，攏總被傷害嘅，攏總被與乜自家唔快樂嘅，攏總乜自家唔脫離嘅，佢保佑自家，佢幫自家，攏總冇能夠傷害自家。因為佢照顧自家，上帝耶穌基督嘅大能保佑自家，因為佢錫自家，佢唔是病嘅自家，佢唔是講摩擦自家，佢思想更加通才喺社會裏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去到社會裏邊單一人都好，我係講你聽，你唔係單啥，可能個字唔係劈行出門做事，你也唔係單啥，係你相信耶穌基督。這個聖靈落你心中，給你通才，給你強下，佢阿妹都好，佢保佑你，佢照顧你，帶你順利利，伴你平安，伴你快樂，做耶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